骂了吧？才怪！说吧，比什么？骂人不带脏字儿，看谁骂的时间长。就比这个，你敢不敢？素梅，你犯规了！他们先不地道的。人家现在这个真是挺好的，比上次那好太多了啊！好就好呗，祝他们俩百年好合。你就不怕人家博士真结婚啊？结婚多好呀！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他想结婚我也拦不住啊。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嘴硬。人家人真是挺好的。那你跟他好呗。雷珊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到时候后悔了来找我哭啊！我怎么可能后悔？要后悔也是他后悔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你好呀。小心点。啊，哎，他好乖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匹马叫闪闪079。闪闪079。对。你为什么叫闪闪呀？闪闪，闪闪，你好乖呀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过来点。闪闪，闪闪，你好。你好呀，你好呀。你看看我嘛，你看看我嘛，看看我呀。嗨，别碰它。别碰，别碰。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刚才你看的那个地方呢，是我们马场的马房，我们基本上所有的马啊。刚才我是不是不小心得罪谁了？你刚来我们这儿，你能得罪谁啊？你的同事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没有没有，都是你想多了啊！别瞎想。可是那个闪闪，好像挺不高兴的样子。哦，闪闪啊，
那闪闪啊，他性格就那样，他说话呀比较直，做事呢也比较雷厉风行。不过你放心，他是个好人，对你没恶意。你们俩嗯，是好朋友吧？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咱们什么时候正式谈合作的事儿啊？啊，我已经跟田总约好了，咱们下午就可以直接面谈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珊姐来了。哎，珊姐，这酒不能喝啊！这是给客人的酒，珊姐，你喝了客人怎么办？加冰吗，姐？再重新拿2杯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我愿意。珊珊，醋喝多了可是会伤胃的啊。我喝的是醋吗？我明明喝的是酒。田总，这位是诺亚农庄的健康顾问小雅，她想把他们农庄的有机蔬菜推广到我们马场，所以今天我特意约您出来跟她谈谈。田总，真抱歉耽误您时间啦。哎，没事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现在这个organic的蔬菜倒是蛮流行的，而且市场潜力也不错。哎，您说的特别对，像我们农场呢是遵循季节规律，绝对不会使用化肥、农药这些东西，会让蔬菜用最自然的方式健康成长。没错。现在你说这天然的东西啊，是越来越少了。是，你就拿咱马场来说哈，给马吃的主要还是以这个人工调配的饲料为主。你像我们农场呢，还精心培育了一些具有保健和养生功能的养生蔬菜，像穿心莲呀、秋葵呀这些蔬菜，都含有大量的微量矿物元素，无论是对人和动物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听起来有点意思哈。哎，田总，我知道咱们马场的饮食也是非常的细致和讲究的，所以我觉得咱们2家可以合作一下，我们的东西肯定非常适合你们。博士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有机蔬菜确实比普通蔬菜适合我们马场。您想想，我们的会所可以用，也可以给马加餐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尝试一下。那这样吧，小雅，你能不能先做一个 PPT，然后我们开会时候仔细讨论一下，好吗？好呀，田总，这个没问题。那行，我那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。博士，你等会儿带人好好转悠转悠啊，带人玩一玩。有人想骑马吗？想骑马骑去啊。真的？哎，谢谢。谢谢田总。